好，銀河之星嗰個排喺第一度啦，葡澳之友體育會中國南海九江啊，第3度，咁啊第4度，咁啊第4度有菲律賓國家隊喎，哇！呢個又嚟啦，中國肇慶澳門里澳酒店隊會唔會繼女子隊之後啊又贏啦？咁啊第6咧就新加坡國家隊，哇！咁啊睇翻今朝嘅時間咧，真係好誇張，1分52秒。係啊，你話佢好快一個啊？係啊，好快啊！中國南海九江。咦，會唔會係咁樣啊？嗱，女子組我哋中國南海九江就輸咗俾你嗰個肇慶利澳酒店隊，啊男子組我哋贏翻喎，可唔可以啊？可以，絕對可以啊！即係你睇到佢哋就係合格線，你必須要突破咗佢咧，你先至有得上。係嘛？唔係再好似以前嗰啲2分01啊嗰啲咁樣，冇晒㗎啦嗰啲時間，咪越嚟越進步㗎啦。好啦，呢度又係即係話嚇，龍爭虎鬥局面開始啦，準備啦嚇！開始咗啦！一開始我哋睇睇係咪真係呢個中國呢個南海九江快啊，定還是喺佢隔離嘅菲律賓國家隊快？抑或咧5號嘅中國啊肇慶啊呢個澳門啊利澳酒店隊快啦？呢幾支都係中國㗎啦！哇！你見到3-4啊，3-4快啦！2號航道嘅葡澳之友體育會稍稍落後啦，咁啊始終咧真係好強啊！隔離嗰啲隊伍啊！哇！你嗱，飆啊！3號中國南海九江，4號菲律賓國家隊，5號中國啊肇慶澳門利澳酒店隊，嗱3、4、5啦，呢個3、4、5咧就差唔多好似打風都打唔得㗎啦，一路會鬥到翻去㗎啦。哇！3號咧發力啊！哇！非同小可啊！3號發力啦，咁但係咧4號咧亦都跟得住佢喎。嗱呢度嗱，我哋睇得到啦，3、4、5啊。賽程咧就係啱啱過到一半啊，咁啊中國隊伍咧就係中國南海九江啊稍稍領先，咁啊接住咧就係5號航道嘅中國肇慶澳門利澳酒店隊嘅2支中國隊伍咧就係緊守1、2位，咁啊隔離仲有支菲律賓國家隊，咁啊而我哋澳門隊伍咧就係葡澳之友啊，體育會暫時係守到呢個第4位喎，哇好犀利啊！咁啊呢個時候見到咧就係新加坡國家隊亦都喺個鏡頭面前咧就係出現。哇！真係好犀利啊！而家2支嘅中國隊伍係啦，冇錯啦。嗱，因為剛才咧女子隊咧就係肇慶隊嗰度贏咗㗎，咁所以咧而家咧佢男子隊咧揾翻個南海九江嚟咧係報一箭之仇，一敗之仇，幾大，燒賣，好！而家咧就見到啦3號啦，哇！好勁啊！3號咧仲可能真係咧為呢個中國南海九江咧攞翻啲面子啦，真係好嘢啦！女子咧我哋唔夠你鬥，男子我哋一定要鬥贏你3號，哇！你睇佢。真係贏喎！係啦，咁菲律賓國家隊攞咗第3啦，澳門嘅葡澳之友咧就係第4，咁至於新加坡國家隊第5啦，最後就係銀河之星嘅。冇辦法啊！佢哋嗰個真係拼到盡㗎真係啦！哇！睇到佢發力嘅時候咧，嗱佢喺中段發力，佢唔係話一早就帶咗出嚟嘅嗱，睇佢3號中國南海九江擊敗翻呢個咧就中國肇慶呢個澳門利澳酒店，咁大家好啦，嗱女子隊俾你贏啦，呢個肇慶呢個利澳酒店隊，咁男子都俾翻我贏翻啦，大家皆大歡喜。哇！好精彩嘅一場賽事，即係我相信佢哋打。